新闻先来看今年的第2号风台马哇，伫昨暗已经变作是强烈风台。今仔早起，风台伫台湾2800公里的东南方海面上，以每点钟12公里正紧的速度往西北边移动。风台的路线各个一切嘛袂啥相共，今日影响台湾的关键是风台往北边西弯的角度。也毋过哦，今仔个明仔载2天，马哇会影响关岛。关岛嘛已经呼吁民众撤离去安全的所在，因为这可能是20冬来关岛上强的风台。透早伫台北市大湖公园天气袂小热，也无落雨，有真侪民众咧散步。不过今年的第2号风台马哇已经伫23暗时转做强烈风台，伫台湾东南边海面上往西北边行，今仔日就会道通过关岛附近。可以看到，目前第2号台风的位置呢，距离台湾还是相当的遥远。那它目前的强度结构上面还是维持一个强烈台风的程度。不过结构上面呢，因为在重新调整当中，所以说在今天早上8点是有略微减弱一些的情形。气象局提醒，因为风台拜六开始要注意长影，另外马哇的路线目前也有真侪不确定的因素，各国的估算拢真无同。气象专家也提醒民众要注意风台的变化。即摆来看呢，是有可能伫台湾的东方海面啊，吼，一个大回转，可能拄好，迄个饲到迄个咱的海上台风警戒的区域，即摆今个预测的路径有较紧转弯的趋势啦，吼，安尼影响对台湾影响无遐大。大致在周1、周2左右呢，台风会逐渐出现一个比较偏北转的趋势，对台湾附近是比较接近的情形。那至于如果比较接近一些的话，会在北部东半部这一带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，是视它接近的程度而定。天气面表示，今年有性影现象，风台有可能会较强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另外，气象局表示，因为风台会影响黄山河方面的强度甲方向，目前未来1礼拜，拢无观测到黄山河方面会接近台湾。记者阮条水台北报道。